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1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创世纪48章15节到22节，启示录14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感恩的节。今仔日是美国的感恩节，正做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做伙纪念的感恩节。伫美国，这个日子其实是相当有争议的日子。一寡人权主义者反对过这个感恩节，因为因讲是美国白人政府后来对这个原住民所谓的一年非常无友善，不但轻视因，阁有灭绝的行动。人权主义者认为，美国纪念这个日子有一种假冒伪善的作为，这甲北美原住民所受到的遭遇来对比，实在是互相违背。虽然是安尼，伫感恩节的这一天，犹原是美国国内班机上界无用的一个真旺的日子。绝大多数美国人将这个礼拜的节期，一礼拜的节期呢，当做亲像台湾的这个过年进前的团圆饭安尼共款，甲厝里的人来组织做伙。无论是家己烘，还是要一只火鸡，甲厝里的人同齐组织。牧师相信，伫这个日子中间，家庭的这个组织的意义赢过头前咱咧讲才会争论啦吼。值得咱做伙来思想上帝的恩典。事实上，牧师感觉这个感恩节家庭组织的习惯，真成伫旧约犹太人伫搬过一个暗顿，因甲厝里的人做伙来度过，并且有这个家庭拢会接待出外的留学生，或是孤单的朋友，到伫厝里做伙来组织。这就是亲像出埃及记的记载，讲到着搬过这个暗顿的时阵，若有讲到若是厝里的人伤过少，会当邀请厝边做伙来享受度过这个搬过节。搬过节的恩典，就是迄只大罪的羊羔，伊的花呢，起互抹伫门楣顶悬。伫门厅顶悬，伊的肉正做搬过节暗顿桌顶的菜色，这就形成了这个圣餐的典范。好像亲像保罗对圣餐所教导的，伊讲，因为主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我的肉，为着恁会牺牲的。也讲这个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。伫约瑟的故事中间，咱嘛看到约瑟正做迄只大罪的羊羔，因为因阿兄的嫉妒，互伊正做被出卖，互人奴隶。但是上帝却是计划用伊来做这个拯救以色列人的工具，就亲像迄只大罪羊羔共款，正做上帝救赎的记号。也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48章15节到16节，看见雅各的话，伊先感谢上帝救赎的恩典。圣经记载讲，伊就甲约瑟祝福讲，愿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服侍的上帝，就是眷顾我一生直到今仔日的上帝，
愿救赎我脱离所有灾难的迄位天使，赐福予这两个囡仔，愿我的名以及我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的名，通过因流传到世间，愿因伫世上生团真济。雅各甲伊所疼的囝约瑟的家庭祝福，特别是对伊两个囝，就是伊的孙来祝福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约瑟看到伊的老爸用正手甲换伊发现的头壳，就无欢喜。伊将老爸的正手挺起来，要对伊发现刷到马拿西的头壳。约瑟对伊老爸讲：“阿爸，毋是安尼啦，这个才是大囝，请你的正手甲伊换伊的头壳。”伊老爸毋肯讲，我知我的囝，我知马拿西要成做一族，佮强盛。毋过伊的小弟，伊发现将来会比伊较强，才做大族。迄日，雅各甲因祝福以色列，要用恁甲人祝福，讲愿上帝互你亲像伊发现甲马拿西共款。雅各甲伊发现摆伫马拿西的头前，雅各佮甲约瑟讲：“我佮遮无偌久，毋过上帝会甲恁同在。”会带恁倒去恁列祖的地。我已经用剑用刀对阿摩利人手内的试验迄块地。我要互你得到比你的兄弟较济。是因为约瑟甘愿将家己献上予上帝使用，伊无有埋怨，却将家己的性命当做了感恩的祭献予上帝，因此最后得到老爸雅各对伊甲对伊的囝的祝福。杨哥伫圣经内底，互比如做耶稣基督，上帝的救恩，这是值得咱感谢而乐的恩典。启示录约翰嘛是安尼讲。后来我阁看，有看见杨哥徛伫锡安山，有144000人甲伊做伙。伊的头壳遐有写杨哥的名，甲伊的爸的名。我有听见有声对天顶出来，亲像大水在龙的声。佮亲像喙咧的声，我听见即个声亲像琴师在弹琴的声。因伫宝座甲4个活物以及众长老的面前唱一首新的歌。这首歌除了对地上赎回迄144000人，无人会当学。因是毋捌亲近女性的在色人，杨哥无论去什么所在，因拢缀甲遐。因是对人类中间赎回出来做头色的果子，献予上帝甲杨哥的。因毋捌讲白贼，拢无缺点。我阁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伫半空中在飞，伊有永远的福音在要传。伫地上的人，互逐个邦国、逐个族群、逐个民族，甲讲逐种语言的人，伊大声讲：着敬畏上帝，归荣光予伊，因为伊审判人类的时阵到啊！着敬拜迄位创造天地海甲水源的主。另外有第二个天使闪落去讲：倒落去啊！
互万国要临伊淫乱的烈酒，大巴比伦倒落去啦。另外有第三个天使煞落去，大声讲：若有人拜迄只兽甲兽的像头壳兄，还是手有刻印，迄个人嘛着啉上帝受气的酒，就是天伫上帝受气的杯的樽酒。伊会伫天圣天使甲羊羔面前受着火甲硫磺的苦楚，苦楚因的火烟升到上悬，永远无停。迄个拜迄只兽甲兽的像，以及有刻着兽的名的印的人，明日拢袂当安稳安息。咱知影大罪羊羔是上帝献伫祭坛顶悬，对人赎罪，脱互要救世间人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亲像顶悬的经文所写的。但是人若是要爱领受上帝所赏赐羊羔的救恩，就必须爱活出上帝的特质，爱会晓感恩，会当用圣洁公义的性命来跟对上帝。所以伫第7节约翰安尼讲，伊大声讲着敬畏上帝，归荣光互伊，因为伊的审判人类的时间到啊，着敬拜迄位创造天地海甲水源的主。伫感恩节的今仔日，咱着爱颂效上帝的恩典，着爱敬拜上帝，归荣光互上帝，爱学乐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交代咱凡事感谢。着爱甘心乐意为着所领受的救恩来献感恩的祭。你有算啥吗？咱领受着什么款的恩典？偌济？是毋是愿意献上感谢来归荣耀互上帝？也希望咱的感恩的态度帮助咱，正做启示录预言中间144000人中间蒙恩得救的人也。诗篇100篇，全地啊，着对上帝欢呼，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帝，着唱歌学乐诗歌来到伫伊的面前，着知上主是上帝。伊创造咱，咱属于伊，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，着用感谢进入伫伊的门，着用上赞入去伊的厅，着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，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，伊的信实透到万代。感谢上帝大恩典，互咱伫一年中间得到伊满满的恩典。阮不但伫感恩节一天要献上感谢，更较要伫每一天来算小主你的救恩献上感谢。为了教会一开始有备来建堂的期间所领受一切恩典献上感谢。愿你继续来彰显主爱甲怜悯，感谢上帝保守于节，透过伊互这个医生的处理真妥当，所以通恢复顺利。嘛，伫上帝医治的恩典下面，活出新者的性命。也求主继续看顾保守，医治伊，互伊快快来恢复。